嗨，大家好，我是坦别叔。今天是2025年5月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两天网上关于万科的一些分析和一些传言多了起来。当然了，主要还是因为万科的年报和季报让大家是大跌眼镜。截止到2025年4月，大家通过万科公布的一季报还有年报，大家发现万科面临的挑战是很大的。评级机构也下调了这个万科的评级，国内的券商对万科也是非常谨慎，万科面临着流动性危机。这一切实际上在2年前咱们节目就一直说，种种做法只是延缓暴雷，不能避免暴雷。今年不爆，明年还是面临着暴雷。截至2024年底，万科有息负债3613亿元，一年内到期短期债务1583亿元，占44%，而货币资金呢只有882亿元，不足以覆盖短期债务。2024年经营性现金流净亏损495亿元，三费占营收比例升至6.62%。虽然2024年、2025年有融资、股东借款，也就是深圳地铁借了一笔又一笔的钱给万科，给他输血，还有万科本身资产处置、资金流入，但部分债券价格波动剧烈，反映市场对其长期偿债能力的担忧。核心问题还是销售疲软，1000到1万盖的房子卖不掉。2024年万科销售额2460亿元，同比下滑35%。2025年1到4季度1到4月销售金额328亿元，这个应该是进一步下滑，4个月只卖了300多亿。巨额亏损咱就不说了，咱看它现金流，对吧？只是它2024年亏了450亿，2025年恐怕还进一步亏损，这些就不说了，只说它现金流。导致它暴雷的不是它亏损，而是它现金流。国际评级机构纷纷下调这个万科的评级。2025年1月20号，惠誉将万科长期外币及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从 B 加下调至 B 减。4月26号，穆迪再次将万科信用评级由 BA1 连续下调2级至 BA3。有媒体报道，标普也下调了万科评级，预计其2025年销售额下降25%至1830亿元人民币，2026年进一步下降12%至1620亿元人民币。而国内的券商中国银河、国金证券等多家券商下调万科评级至谨慎推荐或中性，并预计2025年到2027年这3年规模净利润持续亏损。有人说万科不用担心，因为它大股东是深圳地铁，背后是深圳国资委，深圳地铁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万科，深圳国资委也会力挺万科。有很多网友就发出疑问，不理解，就是觉得为什么要就这么去救万科？不知道越救越亏吗？深圳地铁在万科这儿赔了多少钱？这个我记得去年有人算过600亿，当然这里面算法比较复杂啊，既有股权投资缩水，以前万科深圳地铁入股的时候好像10几块钱，包的时候到18，那现在才6块多，你知道这缩水缩了多少？深圳地铁还给万科借了股东借款，如果万科还不起，那这个钱就是打水漂了。还有不知道深圳地铁有没有给万科做担保？担保那是或有债务，这个算法比较复杂，有人算过亏了600亿，不管是多少亿，这个数绝对不小。实际上，与其说深圳方面为什么要死乞白赖的救万科，我们不如往前问一下，当年为什么要入主万科？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啊，对吧？当年这个万科被野蛮人姚振华要强行入股，人家在二级市场狂买，要举牌万科。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万科的这些管理层，比如王石、郁亮他们反对姚振华入主，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姚振华一进来，首先第一个干的就是这些管理层全部要走人，因为老板换了，姚振华也当老板了，那王石、郁亮这些管理层他们反对，这可以理解，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姚振华不知道从哪儿拿的钱，他募集来的资金，他在二级市场疯狂的收购万科的股份，他要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然后再召开股东大会，罢免现在的这些董事。现在问题来了，没有人去追问一下，当年深圳方面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国资委要出手？如果把入主万科作为一个投资的，那现在有没有人去问责？这个投资对吗？如果万科是个优质标的，2015年、16年、17年，那深圳的国资看上了，这个野蛮人姚振华
华也看上了，姚振华去抢这块肥肉，深圳国资闪电出手拿下了这块资产。问题是现在他巨亏，难道这个不问责吗？就是没有人对此负责吗？最近网上传出来，这个当年深圳地铁入主万科，深圳国资委还给深圳地铁的相关领导人发了这个特别奖，就是资本奖励100万。网上有很多人截图，我们认为有奖就有罚呀。当时他们入主万科，你认为这是好事，壮大了国有资本，买了优质资产，万科是优质资产，好，你奖励他100万。那现在搞成这个样子，罚谁呢？拿大头的钱来奖励，罚就没有下文了。你现在看，相当于把大头的几百亿给挥霍掉了。所以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啊，万科要是暴雷的话，恐怕有很多领导睡不着，恐怕要出来走2步。当年负责收购万科、入主万科的这些人，应该要担责任，甚至要查一查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刚才已经看了这个评级机构，甚至券商对万科都是不敢说看空吧，至少是不积极的。未来2年3年它都好不了。我倒是觉得，就越往后它暴雷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房子卖不动。5月3号啊，深圳地铁作为万科的大股东，深圳地铁发布公告，披露其2024年合并报表亏损334亿元，占2023年末净资产的10.46%。这是2024年合并报表亏了300多亿，2025年呢，恐怕亏得更多啊。这是万科现在已经到了破股万人锤。关于楼市情况，这个4月份楼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来了，其中二手房成交量出现全国性的普遍下滑，下滑幅度最大的5个城市分别是杭州、深圳、广州、东莞、佛山。排前5位中居然4个来自广东，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广东是国内外贸第1大省，下滑幅度最大的5个城市里面4个是广东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浙江的杭州，你不能不说这是贸易战的影响，那浙江也是外贸。而成交量跌幅比较小的城市基本都是内地的3、4线小城市。一则原因是内地的3、4线城市跟外贸影响有影响，但是不大，并不是直接影响，所以他们的受到的冲击也比较小。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3、4线城市这个成交量叫跌无可跌，它就本身就没什么成交，你还能把它清零不成？所以它也没什么下跌的空间。成交量一个月成交不了几套房子，说明什么呢？说明外贸形势变化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的影响要比大家想象中来得快、来得猛、来得直接。另外一个，4月份楼市降温的幅度啊，恐怕是开始，也就是它不是最大的，后面5、6、7说不定还要更大。大家担心5月份外贸对楼市的冲击恐怕就会显现，就更加这个负面。如果再叠加6、7月份，这个是楼市传统淡季这2个月啊，因为很多需求在4月份小阳春的时候释放掉了，后面一个疲劳期，你要叠加外贸冲击，估计第2季度这个楼市恐怕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行，这个是推测。那具体是说下行多少，各个城市肯定不太一样，有的城市因为前面反弹的大，再加上这个外贸冲击大，那么它下行的空间就很大。而有的城市刚才说了，它跟外贸没有直接关系，它去年楼市小阳春的时候回暖的时候它也没反弹，就这些城市它跌也就那么回事。这个说的就是成交量，就3、4线城市没有成交量的地方，你聊价格已经是没有意义了。不知道大家理解这个吗？只有有成交的地方你才能谈价格，你说的那个价格才有意义。那个3、4线城市没有成交量，你聊价格那叫有价无市。对于那些3、4线城市来说，不是说这个房价多少的问题，而是它是二手房失去流动性的问题。没有成交，你怎么知道那房价是多少？反正没人买也没人卖。你问小区房价多少，中间一查，最近一笔交易还是去年，那你说这个价格有什么参考意义？即便是去年的价格，也是腰斩的价格。3、4线城市真正的体会到，即便你有2套房、3套房、4套房，你也很难说自己是个有钱人。就你真要缺钱，你把房子卖掉，你才发现你那个房子值不了多少钱。你想把这房子卖掉，到上海去付个首付没那么容易，因为你卖不掉。所以说3、4线城市这已经不是房价问题，它是失去流动性的问题。你就像鹤岗一样，最后变成一套3万5万的，靠这个噱头才能吸引一些人去看，否则它都没有成交。正因为鹤岗它打出了个白菜价，突破了人类的想象，一套房子就要2万3万，吸引了全国很多人，各种处境的人跑到鹤岗去买一套。毕竟2、3万、3、5万的也不多，买一套房靠全国流量去支持。这里说远了，也就是说未来5月、6月恐怕这个楼市充满着风险。贝莱德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说，他说楼市政策需要出拳要重，出手要快，稳楼市、股市、提高收入等组合拳才能修复消费信心。面对关税冲击，
政策的速度与力度将成为决定经济伤口深浅的关键变量。香港有媒体报道说，随着特朗普对华贸易战，中国大陆富人正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和资金从美国转向其他房地产市场，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富人不再跑到美国去炒房了，要去其他国家去炒房。根据这个有一家机构追踪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买家对500万美元以上的房产的需求分别转移到了泰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而在2023年，美国为中国买家的首选。中国对美国房产投资从2017年峰值下降到了50%以上，也就是越来越多的本来是跑到美国买房的这些富人跑到澳大利亚、跑到加拿大买房去了，那他也没有回国买房，还是往外跑。就是加特老师他也没有把美国的房子卖掉，是回国买房。加特老师很有可能为了防止特朗普还万丝排华，他很有可能把他美国的房子卖掉啊，但是他会把钱拿回来吗？不一定，他很有可能跑到加拿大买房，或者是澳大利亚，反正俄罗斯他是不会去的。专挑美西方，对吧？下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个五一假期关于房地产的消息其实不多，有也基本都是尬吹，各大媒体大吹假期暴力消费。苏州出台买房补贴0.5%，还有人接着吹这个 DeepSeek， 还有什么语数机器人，最后机器人亮相5次晚会，翻来覆去的还在朝这个什么六小龙这种叫余温。云南的瑞丽出台政策，买新建商品房可享契税补贴，单套补贴上限为3万元。这种契税补贴，其他的城市早就玩过了，都是先交后返，有的是100%返，有的是返一半，这个不是什么新政策。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这个也是喜欢尬吹房地产的这个媒体啊，报道什么呢？说卖爆了深圳五一假期楼市，置业顾问忙到脚不沾地，有楼盘首日销售额达4.6亿元。您是我们今天上午接待的第2波客户，预计接下来几天我们都将从早到晚满日待看，这已经成为五一假期工作常态。5月2日上午，深圳房产中介谢经理告诉记者，据记者观察，为了把握五一假期的销售机遇，深圳众多楼盘选择集中开盘。在过去的10多天里，深圳已有10个楼盘预售，新推出的房源在得房率、户型设计等方面均较以往有所提升。根据深圳房地产信息网的数据，近10天，深圳已发放10张新房预售证，新增超过2500套商品房。在5月1日当天，未来之光、鹏城云筑等项目同步开盘选房。南山观山海项目推出113到114平米户型，吸引了购房者连夜排队，首日销售额达到4.6亿元。住建部发布了住宅项目规范，好房子4代住宅提高了这个得房率。记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深圳近期推出的项目在得房率和户型设计等方面有所提升。以往深圳市场的得房率一般在70%到80%之间，但近期推出的项目普遍将得房率提升到90%以上。这什么意思呢？假设房价没变，还是6万1平米，但是以前的得房率只有70%，你现在得房率是90%，那到底房价是涨了还是跌了？对，这个答案不言自明。韭菜都说房价贵、房价高，买不起，不想买房，但是有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很轻松的买了4套房，而且他劳动还不是什么劳动，既不是996什么码农，也不是什么资本运作，仅仅通过自己的手艺做早餐，25年买了4套房，这做人的差距就这么大。我看这2天热搜又在推送一个人物，一个光辉的事例，大叔25年卖600万个鸡蛋饼挣4套房。说25年前，王克新只身从安徽来到南京，租下一家5平米的小店面做鸡蛋饼，靠着这双手日复一日的搓揉摊煎，曾经的小店面如今变成了网红店。25年间，这双手做出了600万块鸡蛋饼，买了4套房子，托起了14口之家的幸福生活，把平凡揉成了光芒。大家看视频。我这双手干了25年，做了将近600万个鸡蛋饼。这是一双被煤块烫过、被废油溅过、被冰水冻过的手，每处伤痕都闪耀着它主人勤劳的荣光。这个全是马黑吧？这手全是马黑吧的。和面、制馅、揪剂子、擀面皮。
一块酥脆鲜香的鸡蛋饼，前后10多道工序，都是靠这双手每天凌晨5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这一忙就是25年。25年前，这双手的主人王叔和小儿子一起从安徽农村来到南京，在南艺后门租了一个5平米的迷你门面，用一个随意的不能再随意的名字“南艺后门鸡蛋饼”做起了鸡蛋饼的小生意。你看咱家做小生意，搞不到钱一到南京来的。王叔老子您手勤快，这外酥里鲜、营养丰富的鸡蛋饼很快就让周边的学生和居民欲罢不能。饭点一到，肚子里的馋虫就唤起了他们对王叔鸡蛋饼的刻骨记忆。25年，这双手硬是把一块普通的饼做成了网红饼。全国各地来考试，那人太多了，早晨到晚上一直不闲着，卖到2000个吧。25年，除去寒暑假，一天上千个鸡蛋饼都是靠这双手一下一下的搓、揉、摊、煎出来的。这双手搓出了4套房子，家里盖的楼，有个南京小爱都一人买一小套，搓出了一家人的幸福生活。咱孩子都结婚了，一家2个小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家很幸福的。25年，王叔靠着这双手把妻子孩子接进了城。当年的2人小家，如今已经是14口人的大家庭了。现在这双手也老了、累了，该休息了。于是儿子、女儿、女婿一双双新一代的手接过了这根擀面杖。我大一点的，就看这样稍微小一点。这个小团队吧，配合的各方面也比较默契一些。鸡蛋饼的香气依然每天袅袅升起，不同的手一起搓、揉、摊、煎，他们共同扛起了这个大家庭对未来的憧憬。满足了，把小孩带成这样真好。25年，王叔手上累累的疤痕，最终都化作滋养家庭的养分。14口之家的小幸福，正是勤劳传家的滋味。这双手是一个普通人创造幸福生活的时代印记。是的，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岁月温柔以待。有人算了一笔账，这个主人公说自己25年，他呢有600万张鸡蛋饼，一年就要24万张，一个月就是2万张，一天将近700个，600多鸡蛋饼，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如果靠他一个人一双手去做，那么全年无休无间断的，每天要干10个小时以上，这基本上是一个人的工作极限。你做一个鸡蛋饼1分钟嘛，这已经是最快了。你这个程序也不少，打鸡蛋、摊饼还加料，在那你烤你还要时间，不是煎，所以一个1分钟，你一天700个就700分钟，你就算去。首先以我的经验，我并不质疑这个事情的真假。如果你怀疑这个事情是假的，那只能说明它隐瞒了一些细节，它是为了宣传的需要啊，为了流量，它刻意突出部分真实，很多背后的细节它省略了。所以你要照这个一分析，发现它恐怕是假的，又在心灵鸡汤，又在引导。但是我对这个的解读是，因为它是25年来，不排除它确实是把住了这个风口。它不是昨天买的，它也不是2023年买的，更不是2020年买的，它是25年来。记住了，南京的房价并不是一直这么高，它未必都是买在最高点的。所以如果你用最高点的房价算，这个账就算不过来。真实的情况很有可能它是2000几年在南京开始干的时候也赚钱，但是没有那么多。那个时候南京的房价很便宜。2000几年，我想2023年我在北京买房，北京站边上的才6000一平米，那算核心区了吧？所以说那曾经房价很低哦。那这个主人公他不是有4个孩子吗？是不是有孩子就要结婚了？有孩子结婚，他手上有点钱，加上南京的房价又便宜，说不定就给他儿子买了一套啊，或者是七大姑八大姨借一点，孩子要结婚要买房啊。实际上我的意思就是，他纯粹是跟着这个时代的脚步在往前走，他没有刻意去炒房，也没有刻意说干这个干那，他只是到那个点儿，孩子要结婚，正好那房价也不贵，他手上攒一攒也有，付个首付就这么还下来了。哎，后面恐怕又赶上2儿子要结婚，对吧？或者女儿要结婚，这样的例子啊，其实在我们那还挺多。手工业者啊，他做手艺的，比如裁缝，就做衣服的，做早点的，他们就在全国各地打工，因为他出去的早，有人挣了钱就花掉了，他花钱大手大脚，他没
攒下来。有的人他就喜欢攒钱，像这主人公恐怕也是的，钱一分一毛的攒下来了，玩命。完了之后就这么巧，他正好孩子要房子，他就买了。我们村就有一个人跑到天津做裁缝，他就跟这个主人公差不多，开个小门脸给人做衣服。他在天津买了2套房，他为什么买2套房？因为他俩儿子，一人1套。你说说，幸好他俩儿子，他要是4个儿子，他也买4套；5个儿子他就买5套。所以有的时候发现这个选择大于努力，这确实就反映了选择大于努力。当然了，眼下你靠做手工艺、做裁缝攒钱再去买房，这个已经毫无希望。你再通过这个做早点说你要在南京买套房，这有点刻舟求剑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